李石宏、魏志豪、麥卓華、物玩潮人。喺剛過去嘅蘋果發佈會上，一如預期，蘋果公佈咗 iOS 11。睇返過去咁多年嘅呢個時間，蘋果都會發佈新嘅作業系統版本，而用家亦會喺推出之後乖乖咁下載同埋更新。根據2017年5月份最新嘅數字，已經有超過86% 嘅 iOS 裝置更新到 iOS 10嘅版本。仍然係使用舊版本嘅裝置不足 15%。新版本通常都會有新嘅功能，所以用家會喺短時間之內去升級，聽落去都不足為奇啊！但係我哋不如睇下另一邊廂嘅 Android 平台啊。同 iOS 一樣， Android 大約都係每1年左右會推出一個全新嘅作業系統版本。不過我手上最新嘅數字就顯示，到2017年5月為止，使用新版 Android 7嘅用戶仍然不足 10%。就算計埋上一個版本 Android 6，加起嚟都只係得 40%。同 iOS 平台相比，真係差天共地啊！兩個系統都係日常生活要應用到嘅，點解可以有咁大嘅出入呢？最表面亦都係最基本嘅原因，就係 iOS 平台只支援 iPhone， 亦即係蘋果可以全權控制平台嘅設計同硬體嘅配合。每 iOS 新版都會帶嚟新嘅服務同埋吸引用戶轉用嘅功能，用戶一般都會願意更新。但係 Android 方面，好明顯就出現咗碎片化嘅問題啦。現在喺市面上流通嘅 Android 手機有唔同嘅版本，出現呢個情況，主要原因係因為 Android 只係一個作業系統。Google 方面喺推出 Android 嘅時候，又冇好嚴格咁控制硬件同軟件嘅兼容性，亦冇限制生產商一定要為硬件更新。加上 Android 容許生產商加入大量嘅自己設定、軟件同埋功能，本嚟係一件好好嘅事噶。但係到咗系統要升級嘅時候，好多時就係因為廠商呢啲軟件都要等升級，所以作業系統嘅升級就拖慢咗啦。你可能會話，碎片化對於作業系統嘅生態有乜嘢影響啊？其實影響都唔可以話細。首先，由於市面上流通嘅平台版本太多，當有保安更新要處理嘅時候，都要為每一個系統去花時間同投入資源。對於要推出新服務，亦唔係一件好事，因為大家手中所持嘅手機版本，可能因為作業系統嘅問題，未能夠支援新嘅功能，但係又因為其他嘅原因，作業系統又唔可以升級。另外，因為碎片化嘅出現，亦都令到手持舊嘅作業系統用戶冇一個推動力去更新自己嘅版本。話晒都仲有咁多人陪我啊嘛。對於 Android 未來嘅發展，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啊。不過 Android 亦都喺今年推出嘅 Android 8作出咗一啲改動，以後更新作業系統唔需要再擔心手機生產商嘅自家軟件兼容問題，因為由呢個版本開始，作業系統嘅核心同埋軟件部分將會完全分開，亦都會對舊嘅軟件作出兼容，解決咗一個最大嘅問題。另外 Android 對於手機嘅硬件配搭亦都加入咗限制，對於一啲較一般嘅平價手機硬件，將來可能都全部歸入 Android One 計劃，令到 Android 可以自行推送最新嘅軟件。不過呢啲措施成效係點，就真係要時間去見證啦。目前碎片化嘅情況，相信短時間之內亦都唔會改變。我聽見我們坐飛氈去找星之碎片，而我們能遇見令天空更閃。我聽見有人唱聖詩，聲音表演無知，
世上誰是我神秘的天使？帶着期待在地下鐵外逗留在出口，懷疑誰正在盼望我帶他出走。等了多久？潮濕的快感來自你雙手，陪你夢想眼睛困進大世界，聞到你生命如無限大，隨呼吸風中舞擺，伴我在逛街跟你，夢想眼睛看夢幻世界，肉眼怎可了解？幸福找不到邊界，誰擔心給你拐帶？我信你也能看見的，給撫摸的氣息，愛若存在過，誰理心淺色？帶着期待在地下鐵每日尋覓出口，懷疑下個站有人扶着我出走。等了多久？潮濕的快感來自你雙手，陪你夢想眼睛逛盡大世界，聞到你生命如無限大，隨呼吸風中舞擺，伴我在逛街跟你，夢想眼睛看夢幻世界，肉眼怎可了解？幸福找不到邊界，誰擔心給你拐帶？情為何物那用看真理？夢想眼睛逛盡大世界，聞到你生命如無限大，用夢在風中舞擺，伴我在逛街跟你，夢想眼睛看夢幻世界，肉眼怎可了解？幸福找不到邊界，誰擔心給你拐帶？